今天是2004年6月5号，这个上文课是第13课是吧？第13课。咱们上节课呢讲了2课，实际上要是按那个课的顺序呢，是今天要讲第14课，按照那个次数是第13次。今天呢咱们讲1课，这样上加字一共是3课就讲完了，然后剩下3课是讲前加字。前加字跟上加字规则一样，所以规则上就不新鲜了。咱们也用这个战术，就是下节课咱们讲2课，下节课讲1课，这学期呢就把这本书课就讲完了。剩2课是复习，咱们下学期来了，一开始先复习，复习完了之后，这个咱们再接着往下讲语法。这个上加字跟前加字的规则呢完全一样，所以咱们上一次总结的叫前加上加字，都是一个规则。后边那句叫低调不送气，就是有前加字有上加字的时候，这个低字如果是低调的，它本身就不送气就不说了，它本身是送气的只有5个，就那咔嚓咔嚓咔，这5个呢一有上加字或者前加字，有1个，有时候2个都有，那个都没关系，反正是上边一压字或者前边一加字，这个低调送气的这5个就变成低调不送气，就规则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下边呢就是看着练习，一看到它呢就反映出来，就是说咔嚓嚓啪嚓，如果前边有前加字或者上边有上加字，就变成不送气，就变成了嘎加嘎巴嘎，调不变，广变不送气。下边呢咱们就来这个把前头的课呢学过的课复习一遍，翻到55页，翻到55页。这个上加字是3课，这个第1课这个呢是发音没有变化的，就是加这个前加字不加前加字，因为它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不是这5个，不用变，所以呢前加字上加字加了等于白加，影响这个发音不影响，所以咱们就是练习读就行了。下边咱们读一读前边呢的读音都一样，咱们就不一个一个读了，就读一个。先55页这个第1个上边前边那4个嘎，咱们就读一个嘎刚过咕，这个咕是那个身体的意思，咱们后边还有一个变化，这俩加起来这个就是变化身。过4声，你是过就是过，不是过，不要那个不要那个对，不要读成过就成了过窝，就多了那个窝了，是过，实际上就是那个效果差不太多，但是要读准确，就是歌跟过咕，第2行加将架就张下接大大八棒不对，大帮扎说加鸡尖撒松最后那个是传统拼读法咱们读慢一点。ra嘎不达嘎雅刚ra嘎不达嘎雅刚拉嘎不达不对，拉加不达加卡萨加
拉加布达加卡萨加，萨达布达达卡萨，萨达布达达卡萨，拉萨布达萨，拉萨布达萨，萨嘎布达嘎拉达扎，萨嘎布达嘎拉达扎。拉嘎布达嘎亚达江啊江，拉嘎布达嘎亚达江啊江，拉嘎布达嘎亚达江啊江。这个嘴上别扭的耳朵读就行了。下边一个是。萨巴布达巴雅达加那坚，萨巴布达巴雅达加那坚，下边一个是拉达布达达那若对撒对，拉达布达达那若不对，拉达布达达那若对撒对。萨嘎布达嘎谢就古，萨嘎布达嘎谢就古，拉萨布达萨真波塞，拉萨布达萨真波塞，萨嘎布达嘎亚达加，萨嘎布达嘎亚达加那若标卡标，对，你们那个读的是对的，就是我后来那个节奏骗了，就忘了带这个麦克风带上。不用着急，我说是读慢点，结果一读就没慢，所以呢。一个是慢一点，一个是这个节奏上呢，可以那个就是节奏感强一点，读了可能好读一点。咱们再试试啊。萨嘎布达嘎亚达加那若标帕标。对，那个就是不敢读了，再来啊。萨嘎布达嘎亚达加那若标帕标。萨嘎布达嘎亚达加那若标帕标，再来一遍。萨嘎布达嘎亚达加那若标帕标。对，就是慢一点，然后节奏掌握住，就好读一些。下边一个是萨巴布达巴亚达加给古基。对，萨巴布达巴亚达加给古基。我现在好像也掌握住点了，给这个一个节奏跟一个节奏之间拉长一点。萨巴布达巴亚达加给古基。好，这样好像好读一些。下边一个萨巴布达巴亚达扎写就居拉居。萨巴布达巴亚达扎写就居拉居。萨巴布达巴亚达扎写就居拉居。这个居就是变化，跟前头那个孤居孤，就是变化身，就是独古，就是咱们汉字译成活佛的这个词儿。实际他说是变化身，其实他们的本意是转世，就是修行人这个他修行的好了之后呢，他能够知道自己下生到什么地方投胎，所以他可以写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寄送啊，或者是反正就是预示性的留下，人们呢就可以按照这个来找他的那个下一世的转世的那个转世者吧，实际上是这个。
译活佛不是太好，那个好像这个藏传这个佛教的喇嘛们呢，也不愿意让叫这个活佛，容易让人误解。我记得一个仁波切说活佛，那佛有死的吗？啊，这个那个时候可能人们也不太懂，译的不太好。咱们翻过来啊，这个58页，单词啊，冈巴，这个连腿带脚，像动物呢也是4条腿都是冈巴。第二个是撇盖，撇是藏，盖是语，这个语是指的语音，说话的那个声音，这就是藏语。均，缺点毛病过患。扎，咕巴，哑巴。架，这个铁字好像佛经里头用的也挺多。大，我读错了，这个是大，上边一个马鞍子就是马，这个是大，就是下边这个啊，看呢，老师讲课的时候说，你看这就像一个望远镜，这个你也可以想一个手在这打眼罩，是吧？一个手在这打眼罩，就是在往远处看，这样你就记马跟这个发音都一样，马跟这个看的，你就可以分清，上边放一个马鞍子就是马，手一打眼罩这就是看，下边一个就特殊了，就好记了，大，老虎，这个菩萨以身似虎，舍身似虎，就是拿光，不，这，基错，错，记住这个错就是那个西藏说那个湖水，湖就是错，它是东西集中在一块的，聚集在一块的意思。基是共相的共，就是这个基，咱们讲自相共相，总共同就是这个基，共同聚在一块就是社会。这个是桌包，愉快。下边一个松标，这个保佑保护，他这保卫是从那个世间意义上说，在佛经里头一般就是保佑保护，是这个本尊呐、佛菩萨呀，这个保佑的那种。这个是多秀，力量。矮撅，撒，下边练习的发音咱们也练习一下啊。基波，咕摸，结巴，基杆，脚单，加脚单，金鸡，这个是金巴，它那个声母是支，韵母是音，金巴，江妈，薛朗，张包，这个是逼菜，这个头一个那个声母是波，然后韵母是吁，逼菜，军大，八八，大官儿，大贼，白毛，军嘎，周气，这个是剁，
撅拉加固。我读的那后边那个不准了啊。后边这个是加跟乌，鸡跟乌，u，鸡。如果要是拼音就是这个 g 一，然后加乌，鸡 gu， 或者是用这个 g 呢跟这个 u 来，这是汉语拼音的 u， 就歌 u，两个方法，歌跟 u， 或者是鸡跟乌 u， 你看哪个自己拼的比较方便，两个拼法都可以。加 q， 鸡乌或者是歌 u， 八儿，这是大妈，咱们再回来再把那个传统拼读法再来练一遍，传统拼读法可以多练一练，它这个培养那个就是语感，多读一读这个综合性的练习，这是一个。拉嘎达嘎那刚，拉嘎达嘎那刚，拉加达加卡萨加，拉加达加卡萨加，萨达达达卡达，萨达达达卡达，拉扎达扎，拉扎达扎，萨嘎达嘎拉达扎，萨嘎达嘎拉达扎。下边咱们就慢一点，就是节奏之间拉长一点啊。拉扎达嘎呀达加那香，拉扎达嘎呀达加那香，萨巴达巴呀达加那尖，萨巴达巴呀达加那尖，拉达达达那若迭撒迭，拉达达达那若迭撒迭，萨嘎达嘎些就咕，萨嘎达嘎些就咕，拉扎达对，拉扎达扎怎么这？拉扎达扎怎么这？萨嘎达嘎呀达加那若叫爬叫，萨嘎达嘎呀达加那若叫爬叫，不错。下边一个是萨巴达巴呀达加克古基，萨巴达巴呀达加克古基，萨巴达巴呀达加些就居拉居，萨巴达巴呀达加些就居拉居。不错。下边一课，第13课，59页啊。咱们来，还是前头那个，因为发音一样，就读一个啊。这个就是那个上加前加上加字低调不送气，咔嚓嚓啪嚓，这5个都是低调送气，碰到上边一盖帽或者前边一堵它，就变成不送气。咱们来读一个啊，嘎，你看就是只要不管是它现在是没有前加字广下面字了，只要是前边上边一盖，它就变成不送气，就记这么个印象，规则就掌握了。下边啊，点果夹，单词后边啊，
甲比儿炸竹哎，后边那个爬发一个波的口型，哎，竹哎，就是最后落的那口型是波，那个不发出音来，做一个波的口型就完了。竹哎，这个竹就是那个龙树的树就是这个字的本意是成立、树立、建立、成功、完成，哎，这个字。后边那个啊，举，声母是之，韵母是于，前头变化声那个呢，跟它的读音一样，但是那个是平声一声，这个是二声。那个居是变化，这个举是舌，毒舌，哎，舌那个舌，这两个词这个发音一样，调不一样。下边一个夹节夹儿打左绝拔白棒砸左这个左用的也很多，左这个普通世俗的意思就是完成了，这个佛教用的意义最多的就是圆满，哎，无上正等正觉里头就有这个词儿，圆满就是达到这个完成任务了。下边啊，岗甲囧打拔补好，又是传统拼读法，咱们再慢一点练一练啊。ra ga da ga na gen la da da ka da sa ba da ba nga sa bang sa ba da ba nga sa bang ra da da ya da ga na gen ra da ga ya da ga na gen sa ba da ba ra da za na zang sa ba da ba ra da za na zang za na zang 再来一遍啊 sa ba da ba ra da za na zang 这个反应不过来了，我反应不过来了。下边一个啊r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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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ro do r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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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ro do ra ja da ja zhen bo jie sa jie ra ja da ja zhen bo jie sa jie la ja da ja na ro jiong na sa jiong la ja da ja na ro jiong na sa jiong sa ga da ga ra da za jie jiu zhu pa zhu再慢一点啊sa ga da ga ra da za jie jiu zhu pa zhu好sa ba da ba ra da za jie jiu zhu la zhu sa ba da ba ra da za jie jiu zhu la zhu不错
单词，点了，国，这个国是佛经里头太多了，这个三门，什么四门、五门、六门、八万四千门，就是这个门。一门，甲盖，这是汉语了。解义，这是汉文。你看前面那个盖是语音，就是说话的那个汉语，后边这个是汉文，文字的。文字叫义，这个语音叫盖。句儿，这就是翻译、改变、改动，这就是那个单珠耳的珠耳，单珠耳的那个珠耳，翻译的佛语，翻译的论。杂，声音，这色声香味触的声，这个跟那个头发那个杂呢，发音一样，声不一样。头发的是扎，是一声，这个声音是杂，是二声。第七个是止，蛇，把绳看成蛇，就是这个东西。结，痕迹印儿，这个是讲。第10个是罗中切，这个前头咱们讲过，如果名词是3个音节的话呢，一般是前2个音节正常读，按双音节读，第3个音节就读轻声，这是名词。动词呢，这个后边这个切啊是个助动词，很重要，所以它不读轻声，它按照正常的读。前2个词按一个名词读，它呢助动词单独读。罗中切，左，绝，白的，bomb，左，补，这个是 dip，把那个本来是元音是啊，因为后边是爬变成了然后爬要最后发一个波的那个口型，所以是 dip，这个是紧箍，嘎嘎，练习咱们也来它一遍。解课，每个，且借，均吗，差距且，这个是戒律，感穷，鼓舞，长鸡，眼吗，穷餐，夹，几波，赌波，你看这个叫鸡字，原来是塔，是送气的，一加上加字变成不送气打，就变成了赌波。下边一个也是不送气，变成驴，如果没有那个上加字呢，这个就念曲，是送气的曲。这一加上加字不送气了，就变成驴，变成搭了。下边这个后边那样是日跟英拼起来，ring，那个不好念的时候就可以多练习。多 ring，下一个是土木拉，我读错了，是杜木拉，有上加字之后不送气。下边一个是白，对吧？他睡着了哈，咱们
这个大声读，哎，这个是把乐，景，这是在，这个发音上比较好掌握，就是前加上加字是这个叫低调不送气。好，咱们翻过来，今天讲这个第14课新课。这个新课呢，也这个规则也很好记，它就是什么呢？拿呀拿麻这4个鼻音，如果有前加字或者上加字的时候，它就变调，它不变音，它变调，就是它们4个本来都是2声升调，都变成高调，变成1声，变成平调就完了。就是拿呀拿麻，如果要是有了上加字，有了前加字，都变成平调，就变成了拿呀拿麻。哎，规则就这么简单。所以咱们在上节课的那句话后边再加一句，上节课那句话叫前加上加字，低调不送气，打个逗号，再加一个叫鼻音变高调，或者叫变平调，再加一句鼻音变平调。行了，全部的藏文的拼音规则到此结束啊，这是最后一句啊，也许不是最后一句啊，我忘了，就是其他的不是那个重要的拼音规则，是一些零碎了，就是重要的拼音规则到这就已经学完了，就是前加上加字，低调不送气，鼻音变平调，或者你们说变高调你们好理解还是变平调好理解啊？变平调啊，哎，咱们那个汉语是平调升调，这个比较，它叫什么低声调高平调，它经常叫低调高调，咱们就平调，哎，鼻音变平调，行了，一加上加字或者前加字，这个4个鼻音变成平调，规则就学完了。后边还有3课是讲那个前加字，跟这个上加字规则呀完全一样，所以规则就没有新的了，就是一个熟悉单词练习读的问题了。咱们现在来练习啊。先看这个拿呀拿麻这4个鼻音，这个一加上加字之后呢变成平调，咱们前头那个咱们也每一个都读一下啊。拿哎，就这样，就是调变一下就行了，变成平调。你看下边也是一加上加字，呀就变成了呀，后边这个注意，它一变平，然后上边就变成了捏，然后后边它呢是既变调又变音的那个要拉下来，所以就变成了捏，后边这个啊妞，因为那个呀变成平调了，所以后边整个都平了，变成妞了，就不是牛了。哎，下边一个啊，你看分析一下最后这个啊，拿2声，一加上加字变成那，变成平调，后边有后加字再后加字撒，把调摁下去，所以平调给摁成4声了，所以变成了哎，啊的元音变成了后边发波的音，所以是这完了。下边一个啊，妈，这个是min，哎，妈一变平调，后边撒一摁成了4声了。下边那个这个玛雅大是呀呢不能读声调了，这回读成平调，呀你咱们把这个整个再读一遍啊，这就是熟悉它这个拿呀拿麻4个鼻音，如果加上加字就变成平调，熟悉这个表现啊。
啊啊啊女女云云呀呀捏捏妞妞那那喏喏那那妈妈妈云云妹妹妹妹呀呀你云云下边一个呢也好记，这是一个特殊的音，就是原来这个哈啊哈要是一带上加字拉呢，就给它哈前头加一个拉的那个声母。你看哈原来这个声母是 H， 它上边要加一个上加字拉呢，拉的那个声母是 L， 就给它说这怎么发呢？你就这样发，做这个 L 的这个口型，发那个哈的音，就是你准备发了这个口型了，准备发了做好。舌头尖把那个上颚一顶，准备发了，但是不发了，发哈，就是做发了的口型，然后呢发哈，就这样来读，哈，舌头尖抵住上颚，然后呢发哈，就这么发。这就是这个近似了，这个具体怎么发的对，这个，你以后那个见了藏族同胞们，好好交流。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你先做发了的这个口型，然后直接发哈，哈，咱们来读这几音啊。第一个就是哈，第二个是吼。第三个是哈，最后一个是会，就是这样。再来一遍啊！把舌头尖顶住上颚，准备发了，但是呢，做好这个之后发哈，会。如果你要是发这个，就是你当然练习就这样练习，到念得快了，发的这个别扭了什么，你就直接读哈就完了，直接哈这个，尤其是咱们就是读经的哈，那个又不重这个口语，所以没有问题，下边咱们也练习一下这个叫三种拼读法啊。第一个是萨玛达玛那门，萨玛达玛那门。注意的就是这个拿呀拿麻这四个一加上加字呢变成平调，这个在读这个常定拼读法的时候呢，读的时候直接就读成平调了，就不再读那个声调。比如说第二个萨那布达那帕萨勒，萨那布达那帕萨勒，拉那布达啊，拉那布达啊，翻过来，萨玛布达玛热达玛萨麦。这个上加字、前加下加字加了半天，发音一点没变，就是变了一个调，就是马变成了妈，就变个调就完了。萨玛布达玛热达玛萨麦，萨玛布达玛热达玛萨麦，萨玛布达玛雅达nha卡nha，萨玛布达玛雅达nha卡nha。下边一个是这个nha上边加ra的时候呢，特殊一点，别人都是写半个，
这个呀上边加ra呢，要写整个的，整个ra写上去。ra呀不达呀真波涅他涅。ra呀不达呀真波涅他涅。sa nga不达nga那若云那云。sa nga不达nga那若云那云。ra那不达那那若诺。ra那不达那那若诺。sa ma不达ma呀达呀那若云那云。sa ma不达ma呀达呀那若云那云。再来一遍啊。sa ma不达ma呀达呀那若云那云。sa ma不达ma呀达ma真波咩。sa ma不达ma真啊sa ma不达ma呀达ma真波咩。好，放下它，一会儿咱们回来再练习啊。把单词过一下。第一个啊，哎，就是这啊变成了平声，上边蒙一个牛皮，成了鼓面了。哎，这个也挺像个鼓啊。第二个啊，发音完全一样，就是1、2、3、4、5的5。云波，这是蓝色的，青色的。这5，这是当1、2、3、4、5这是肯定特别常用的。云波，这是一个颜色的形容词了。下边一个宁巴，它这写的是旧的，也是古的、古老的意思。这个藏传几大派别里头有一个派叫宁玛派，就是这个宁妈，就是后边那个巴，也它这是旧的，是作为那个形容词用的。如果把这个巴改成妈，就是改成这个字，哎，宁妈是旧的、古老的意思。宁妈是什么呢？是宁玛派。为什么它叫宁玛派呢？就是宁玛派是最老的，就是藏传那个佛教传进去就是宁玛派。哎，所以他们那一派叫宁妈，就是老的、旧的、古的。哎，后来那个其他派别都是后来又那个发展出来的。哎，所以宁玛派是旧的、古的、古老的意思。哎，英作，注意这个不一样了。那个当旧的讲的那个呢，那个牙上边是ra，这是旧的，上边要变成撒呀，就变成心了。这个宁，这个也很常用了。宁波就是心，心就是心经，就是这个心。这个藏文的这个核心的心呐，跟咱们汉文一样，用的跟肉传心的这个字儿是一个字儿。哎，核心的心都是一个字儿，它也是这个。哎，宁，这就是心。哎，心作是这个也是精神的意思。哎，合起来是精神的意思，这是世间的解释了。实际上里头有什么志气啊、胆量啊，都在里头。这个很雄伟的一个词儿啊。宁作，下边一个是诺波，锋利快，小刀刃儿，那个开了刃之后很锋利很快，是那个诺波。像文殊菩萨手里的这个智慧宝剑呐，那就是诺波啊，就是能斩断一切烦恼，这意思。下边是南街，哎，这是南杰，就是译音了，人们起的人名，它的意思是书圣。
桀后边那个桀是胜利，反正都是比较好的词了。下边一个是纳擦，墨水。下边一个是马丘，这个丘咱们前头说过，沙丘美龙，这个丘是水，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河。这个丘啊，它什么什么河就是丘，丘是水跟河的意思。马丘就是黄河。就注意前边那个马呀，要有上加字之后要读平声就行了。过来这一行是 man， man 是药。下边一个 man 康，药房，那就是医院。另外可以再学一个词儿，你上边那个 man 呢，画一个小点儿，后边加一个八，画一个小点儿，下边加一个八 man 八是什么呀？大夫，就是开药的人。man 八，那个时候王大命的时候，经常跟着藏族人唱 man 八，门八，医生。这个佛就是大医王了，就是一个大门八。第12个妈，这倒简单，就是说话的说，这个也经常用。第13个也经常用尼朗，下边因为玛雅大是娘，那个一加上加字变成nha，它的那个声母是呢一，然后那个韵母呢现在是这个一，又是一，就是ni哈。我刚才读不对了吧？我刚才读的对吗？尼朗，梦，如梦幻泡影，尼朗，所以这也是个常用词。下边一个，这个玛雅的雅写就是牛，牛姑，竹笔，这是藏族人自己用的很特殊的，就是把那个竹子弄成一个小板儿，然后把那个头呢把它弄毛了，然后蘸着墨水，所以那个藏族字你看写的很有力啊。这个竖都是细的，横是粗的，它那个板儿这样立的，写出来很漂亮。竹笔。下边一个是接牛，前边呢你看是加，后边那个歌呢发个歌的那个口型。如果后边是写就，你要是那个啊发成呢，就成了接牛。刚学过这个加在上一课学了是铁，是吧？这个牛是笔，铁笔就是钢笔，这是个现代词了。下边这几个字啊，这是常用字。第一个注意啊，你直接读哈也行，然后你把那个舌头尖抵住上颚啊，做一个发拉的口型啊，哈，就是做一个发拉的口型，你发哈，天人就是哈，所以这是个常用词，人天，这天就是哈。下边你看啊，哈萨，这就是神的地方啊，天人之地，圣地，你就是这么个意思。拉萨这就是这个，就是这么个地方，就是神天神住的地方，这个很福地了，就是这意思啊。哈萨，你看他这个，咱们这汉文译的时候是按他那个拉，按那个了，按那个来译过来的。实际上他发音里头呢，发那个哈的成分大。最后一个啊，东西南北的南，
把这个单词再过一遍啊，过一遍咱们就休息一会儿。第二个明白남게 낙타 마축 맨바 맨캉 마 니람 뉴구 견유 하사 허好，休息一会儿。好，咱们再接着读一会儿啊。这个先把新课刚才学过的再读一下，练习一下。这个学语言就是一个多读，所以咱们就是你看到这个词，它就能反映出它的那个正确读音来。现在主要就是这么一个任务。先这是64页啊，咱们先来读这个哎，你就这个一个挨一个看过来，这样的练习反应，一看妈一加帽念平声，就老来重复这种规则，哎，慢慢就养成习惯了，就不会念错了。注意这个啊，把舌头顶住上边，Samada manamen Sanabda na pasanep Samada marada masame Samada marada masame Samada mayada nyakanya Samada mayada nyakanya Ranyabda nya tempo nye thanye Ranyabda nya tempo nye thanye Sangabda nga naro ngin na ngin Sangabda nga naro ngin na ngin Ranabda na naro no Ranabda na naro no Samabda mayada nya Samabda mayada nya naro nyun na nyun Samabda mayada nya naro nyun na nyun Samabda mayada ma tempo me Samabda mayada ma tempo me 好，反过来看单词。
云波云波宁巴宁巴宁多宁多诺波诺波南街南街那卡那卡马丘马丘门门巴门巴门康门康马尼朗牛骨接牛哈萨好，下边是对话练习，也这个练一练。咱们虽然不重口语，这个也这个简单的也来这个熏习啊。头一句呢是一个称呼这个南杰是个人，南杰。这个拉就是一个那个尊称的意思。你看前头不说变了啊，就是带这个尊称。这个南杰了读轻声，所以就是南杰了，就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提让是这个您。提让是您，卡热是什么？切地约，切是做，切地约，这个约呢，在问话的时候读成约，这个约在问话的时候读成约约。这样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南杰啊，您在干什么呀？就这个意思，咱们来试试啊。南杰了，提让卡热切给哟，提让卡热切给哟，南杰了，提让卡热切给哟。我读的快了点，再慢点啊。南杰了，提让卡热切给哟。南杰了，提让卡热切给哟。下边是南杰的回答，说俺就是我，罗布军是学习，罗布军是学习，且是这个动就是做学习，就是这个是且是助动词，做什么？前边也是动词，说我做学习，切给有，就是说我正也就是有，就是正在啊。俺罗兵切给有，我那个读错了。这个问的时候，这个约读成约，到这个回答的时候，正常回答还是约啊。俺罗兵切给约，俺罗兵切给约，这个。后边呢，一般他这个句子的最后呢，都读轻声。俺罗兵切个月，下边一句说，提让卡热罗兵切个月，这个问话的时候，这个月又读成约切个月。说提让您卡热什么？罗兵切就是学习。这个月是正在，您正在学习什么？提让卡热罗兵这个月，这个最后那个月应该读成约，这是他的口语的习惯。提让卡热罗兵这个月，提让卡热罗兵这个月，甲盖是汉语，甲是汉语，撇是藏语。罗布军这个月是这个，我正在学汉语。俺甲盖罗布军这个月，然后这个南杰呢，这个又反问说：“提让他这这个月。”来，提让卡热切给哟，
我老忘了。下边这个问南杰的这个，这可能是个汉族学生了。他说：“俺曲意不是藏语，是藏文。记住，意是文字，那个盖是语音，那个甲盖是学说汉语，这个曲意是学这个藏文字，这里头有这个区别。俺曲意罗不军且给曰，是这个我正在学习藏文，俺曲意罗不军且给曰，咱们回来再读一下试试啊。说这个一句话整个读完，咱们试试啊。那么给了开让卡在这个哟。俺罗不用这个月，开让卡在罗不用这个月，俺家盖罗不用这个月，开让卡在这个月，俺曲意罗不用这个月，好，下边咱们把那个练习来一下。第一个是这个撒上拿上边一加变成平声，主要就是这个那库。第二个那波，第三个也是变成平声女那，第四个是那桌，第五是云巴，这个是年包，你凝结，这个记住，这就是慈悲，大慈大悲是慈悲。凝不是心吗？这个结，这个我这不记不清，不敢说了。这个接好像有点随顺的意思啊，随顺心好像就是慈悲，不确切啊，就是悲心哈，反正就是大慈大悲啊什么，反正这个凝结就是慈悲，悲心对，说这个最准确的说是悲心，对，凝结悲心，对，可怜人，就是这个。后边这个是牛妈，那个马雅蛋牙上边一加这个上加字变成呀，牛妈，下边这个是那屁，后边这个是南塔，后边这个是农，就是练习就是那个拿呀拿麻四个鼻音，一带上加字要变成平音，主要是记住这个反应。下边一个是麦茶，下边一个是木巴，云朗，这个也非常常用，就是许愿祈祷，云朗许愿。后边这个是
在后边这个注意啊，是舌头尖抵上颚，是哈巴哈巴ham ham han ge han ge缺包缺包。下边这个用不用练了？读一下吧，就是他这也是练习，让你反映这个就是看啊，头一个下边应该是塔还是啊呀？应该是塔，是不是啊？头一个是塔，来咱们也读一下啊，提，第二个是提，哦不对，加上加字是得，是吧？就是送气变不送气啊，对，塔恰塔巴塔嘛，变不送气，对我一开始没看出他这个意思来。第二个就成了得，第三个同样发音跟第二个一样，得，这个第二个这个得啊，好像就是当部队讲，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一个部队，像这个词是五颂、词是五论呐，就是词是五个得，那得，词是那不是五吗？那得就是五部分，词是写的书的五部分，词是五颂。第二后边那个啊是爬，第二个就拔，你看它就变送气变不送气了，爬是送气，拔不送气，拔，后边那个也是拔，这就是一有上加字变不送气。后边一个第二行，拿，变这个，这也是鼻音就变成这个第一个呢是直接发本音，牛，第二个一加上加字变成平声，妞，第三个词啊，那个是允吧，它是声调，后边一加上加字变成了允吧，第三行是哈，后边呢这个下加字拉是喧宾夺主，不管谁挂上它了全读它，所以变成拉，这个是后边这个是也是喧宾夺主，拉就成了略，最后一对是咯，这个课就完了，咱们还有一点时间，整个把新课咱们再读一遍吧。然后下节还有2节，还上2次，下一节课呢学这个后边3课是全加字规则已经学过了，然后也是第一节课这个呢发音都没变化，咱们就是读。第二课呢这个1课2课咱们合起来，等于就学一个这个叫第一调这个不送气，到最后一节课呢还是那个叫急音变平调，所以这个规则就等于学完了，就是多练习。待会儿咱们就把这个新课读一遍，咱们就结束啊。翻到64页，这就是多练反应了啊。女냐 뇽 나 너 늪 마 윤 매 냐 니 윤对，舌头抵上来，哈退萨玛达玛那门萨玛达那帕萨讷
sa ngap da na tha sa nup la ngap da nga la ngap da nga sa ngap da ma ra da ma sa me sa ngap da ma ra da ma sa me sa ngap da ma ya da nya kha nya sa ngap da ma ya da nya kha nya ra nya da nya den bo nye tha nye ra nya da nya den bo nye tha nye sa ngap da nga na ro ngün na ngün sa ngap da nga na ro ngün na ngün ra ngap da na na ro no ra ngap da na na ro no sa ngap da ma ya da nya na ro ngün na ngün sa ngap da ma na sa ngap da ma ya da nya na ro ngün na ngün sa ngap da ma ya da ma den bo me sa ngap da ma ya da ma den bo me好，咱们来再读一遍单词。nga 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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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uyên bo yin ba yin do no bo nam kia nakha machu men ba men kang ma ni lam nhu ku tia nhu ha ho nam kia là khi让卡人几个有我来读完这一章。nam kia là khi让卡人几个有ngã lốp chung几个月ngã lốp chung几个月khi让卡人lốp chung几个月khi让卡人lốp chung几个月ngã giả cái lốp chung几个月ngã giả cái lốp chung几个月khi让卡人几个月khi让卡人几个月ngã皮一lốp chung几个月ngã皮一lốp chung几个月好，最后再练一遍这个练习啊。那库那波女那你看这有第二音节有一个变化，茶喇大是茶，但是呢它在第二音节咔嚓啪啪嚓这五个也不送气，所以也变成了杂，所以就变成了捉下边这个是晕吧烟波凝结这个是牛妈那气南塔弄梅茶这是木巴云南min哈巴ham汉界黑波
提提得得得得爬爬拔拔拔拔啊啊啊扭扭扭扭晕吧。哦，错了。这个没有上加字也没有前加字，正常的读声调，晕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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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拉拉略啊，读的对，咯，好，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就到这儿，就是多练习就行了啊。